年，楊光先正式接替湯若望擔任欽天監監正一職。楊光先呢，本身係自知力理不知力數噶噃。即係點啊？即係佢收唔出新嘅曆法啊！點會啊？喂，佢天文地理學家喎，佢寫過選擇二啦、擇謬論呢啲書啊，嚟到駁斥湯若望噶喎。有佢講嘅啫嘛，使乜真係識啫？嚇！好義正言辭咁吹水得噶啦。吹水？真係噶，所以之後啊，楊光先喺管理曆法方面呢，受到好多學者嘅質疑啊。真唔真啊？我 fact check 下先。fact check。咦，真喎！康熙7年，鳌拜終於被擒拿，15歲嘅康熙重新掌政。仲話仍然係中國嘅南華人想翻案，仲喺皇上面前嚟咗一次曆法辯論添啊！冇呃你啦！冇，嚟，皇上駕到！楊光先，南華人，你哋喺曆法上有爭拗，一直唔妥對方。楊光先，你身為欽天監監正，曆法未能編成，欺君犯上。不過朕俾條生路你行住先。南華人，你上奏彈劾楊光先一伙，曆法計算錯誤，不夠科學。朕已命你重新治理曆法啦，你如今又再上奏，又想點啊？陛下，我要翻案。當年家師及其欽天監同僚用心編寫曆法，以效大清，但係遭楊光先依附鰲拜，捏造砌詞陷害好人，以致家師嘅同僚被誣告賜死。我等如今乞求陛下喺眾內閣大學士面前，還家師及其同僚一個公道。你唔好含血噴人喎！係你誣衊家師在先。各位觀眾，歡迎嚟睇呢場曆法杯啊！依家咧，雙方都準備開賽，綾羅綢緞，左攻右嘅咧就係現屆嘅欽天監監正楊光先，而素服布衣右攻左嘅咧就係效力耶穌會數十年嘅中原愛援南華人啊！一開賽，楊光先就即刻策動攻勢，以中原數千年文化直插南華人嘅心臟地帶啊！但係南華人經驗老道，以西方科學守得穩如磐石。果然啊，效力耶穌會令南華人成為更加成熟嘅傳教士啊！楊光先喺第一輪攻勢無功而還之後，南華人就即刻反擊，策動呢個三線快攻，左翼係網推吉凶變，右翼係網尖變，而網閘變呢就係中路嗰度突破。呢三本書啊，係南華人為咗今次杯賽寫咗好耐嘅秘密武器。但說時遲那時快，楊光先已經早有準備，以選擇二、擇謬論兩部著作作為中堅，搞到南華人老鼠拉龜，仍然打唔開缺口啊！夠啦！你哋講咁多嘢，朕都唔知你哋講緊乜。吓？咁啦，朕諗到啦，就嚟正午啦嘛，不如咧而家朕就俾一炷香時間你哋各自運用最耍家嘅方法，計算下陽光落喺日晷上面嗰支針嘅影，究竟會喺咩位置？
邊個準確，邊個勝出。如果輸咗啦喎，你哋兩位意下如何啊？冇問題。可以啊。一炷香時間，嗱，兩位準備啦噃，開始。嘿，時間夠，停筆。唉，就嚟正午時分啦，兩位請講出你哋嘅答案。應該係5克3分。係5克1分。正午時分到，係5克1分啊！南華人勝啊！陽光先，你新力發收唔成，辯證又輸，欺君犯上，理應處斬。不過朕念你年老，姑且從寬，以後唔好喺朕面前出現。人嚟係啊，南華人。朕好公道嘅，朕而家命你為欽天監監副，同埋重新頒布湯若望嘅時遷曆。華人歡迎你作為朝廷效力啊！今日係咁先。陛下請問，我有話未完。哎呀，華人啊華人，朕咪還咗你同湯若望一個公道咯，又還翻個官職俾你，你咪咁長氣啦。格物致知。嚇！家師，我終於明白你嘅意思。格物即係要將所有事理不斷鑽研，了解佢嘅本質同埋原理，咁先可以得到世界嘅真理。致知就係要思考、辯證知識，從而獲得辨別對錯嘅能力。如果連分辨對錯咁基本嘅能力都冇，無論你窮一生點樣去格物都好，都會淪落到好似家師咁，淪為權力爭鬥中嘅犧牲品。格物致知最早出自於《禮記·大學》，古之欲明，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；欲成其意者，先治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格物同致知係咪應該有必然嘅關係啊？唔知啊。係，因為我覺得先要知道，咁先可以辨別對錯噶嘛。有啩？唔係，如果淨係死讀書但係唔思考，都係冇用嘅。人係咪有無窮無盡嘅知識就可以令到個世界變得更加好啊？我覺得唔係。因為仲有好多嘢要考慮嘅，例如道德因素啦，咁先至知自己做嘅嘢啱唔啱噶嘛。應該仲要有同理心同埋智慧。我覺得要視乎佢哋嘅心腸同埋點樣運用嗰啲知識。如果我覺得啲知識係以人為本嘅，咁我就覺得會好咯。依家啲學生除咗死讀書、追求知識之外，仲要追求啲乜嘢啊？